中山香港來回大巴、自駕、坐高鐵，幾次交通測評都熱烈回響。今次終於嚟到坐船。好似喺我屋企博愛七路過嚟呢度馬鞍島漢港呢，都係20分鐘車程啫。啲人就成日講話，而家新碼頭離市區有幾遠有幾遠，其實都係講緊30零分鐘、40分鐘都已經去到好多地方啦。仲有佢而家有免費接駁巴士嘅，去石岐同埋去小欖都有車坐。如果我哋坐船去尖沙咀嘅中港城呢，65分鐘就可以到達碼頭啦。仲有幾個選擇嘅，去機場50分鐘，去市區即係頭先講咗啦，尖沙咀啦。另外坐去澳門嘅航線呢，都係50分鐘就到噶啦。呢度俾少少 tips 大家吓，逢親大嘅節假日呢，各個口岸過關嘅人呢都會比較多嘅，有時分分鐘排隊排半個鐘、1個鐘。但係呢，有一種方法呢係一定唔使塞車塞人嘅，就係坐船，一班船分批咁樣排隊過關，其實都係10零20分鐘已經出到關㗎啦。今日就係大節假日前夕啊！頭先我哋入嚟呢就好快脆，根本上唔使排隊。睇下去到香港出關要幾長時間？個零鐘頭嘅船程呢，可以食杯麵，又可以買零食。坐船仲有一個好大嘅好處，隨時去廁所啊！你唔使逼住架車個零鐘，係咁忍住啊！中意海景嘅朋友坐船咧最啱啦，一路望住個海睇睇到，好少見到有咁多外國人聚集一齊喺度睇風景。你一坐船幾好，行下又得，做下運動又得，去廁所又得，食下嘢又得，觀光又得。呢一程船呢，船泊碼頭到我哋出到嚟1個鐘頭25分鐘搞掂晒。今日呢，我見到坐船嘅人呢，應該係坐到有200零人。咁而家我哋一齊同時過關，10分鐘之內已經過晒所有關㗎啦。如果係節假日呢，都係一樣唔會咁塞人塞車嘅。呢個係一個幾好嘅選擇。所以總結一下，坐船時間短，舒服。過關人少，但係價錢就見仁見智啦。普通艙嘅船票係人民幣180蚊，長者會有優惠係160蚊。如果一次過買來回船票，仲有優惠添。咁4種返香港唔同嘅交通工具，你又最鍾意邊種呢？評論區話我知啦。